台湾都是原本美丽，受我们统治了数百年，水的英雄代代过出，可惜拢关岛来牺牲，看见路途多风雨，民主运动日日大进步。 千万不能累积，百度万难前途无望，行业就很忙。千万不能累积，万难前途无望，行业就很忙。 在座各位支持咱今仔日这个议题的这个中心时段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咱今仔日啦，千里迢迢啊，对台南、对台中、世界过来，敢若一个还顾高雄，敢若一项诉求，这项诉求足简单的，就是教育部已经咧执行的这个台语。 认证考试已经咧做啊，但是洪秀条委员就要这个立法院自这个项目，自这个4000万就甲删除掉，这实在真压吧，真无符合咱这个民主社会的这个政治的道理。咱今仔日他诉求这条路，安怎咱今仔日拍拼1、20年，咱要将咱的母语一站一站，来甲建立，来甲保存。今仔日来去用恶意、恶霸，来甲挡住，这点是咱上不满的所在。咱今仔日要甲这不满的声音，服务立法院这人听，服务全台湾的人听，全世界的人听，因为这是咱在执行。 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这个宣言，这是一种真新型的世界文化工程。今日咱这个诉求，要大家知啊，因为咱也无讲，大家唔知啊，咱要来讲哦，这无听到的人知啊，咱小等下嘛要来去甲教育部来甲申请，来甲拜托，来甲要求，大家爱支持这个运动，对啊唔对啊？对。安尼说，多谢大家。 今仔日哦，你也辛苦，咱小等下哦，绝对啊，用上理性、上和平的方式来讲，互大家知影。安尼，多谢各位的辛苦。冯耀乾冯教授，嘛是咱这届的这个副总指挥来甲恁讲一了话。哦，咱今仔来那边诉求，就是洪秀条甲咱的4000万台语认证的这个预算，甲伊建议删除掉，到尾立法院通过。 哦，来删除这4000万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恶的一个行为，对不对啊？对。所以咱今仔来上重要的目的，今仔是要抗议咱这件代志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咱知影，不管世界上任何一种的语言，拢是平等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所有的母语拢是世界的遗产，对不对？对。当然，咱的母语嘛是咱台湾共同的遗产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。 删除掉任何一种语言的预算，爱推动的预算，拢是一种消灭母语的行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咱今仔来到这，咱的目的就是要唔望甲立法院抗议，唔望嘛是互教育部会当理解，咱这个母语的认证对咱这个母语保存甲推广的重要性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非常迫切、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，咱唔望咱。 共同来推动，好唔好？好。咱非常感谢咱的各位乡亲。